英國移民新例收緊，而英港人幻想幻滅。英國內政部近日公布最新移民政策諮詢文件，大幅提高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權嘅門檻，一時間擊潰一眾 BNO 港人嘅安穩幻想，以及諗靠難民身份苟延殘喘嘅亂港分子。而所謂西方庇護嘅神話喺現實面前根本不堪一擊。今次新例對難民群體嘅打壓堪稱致命，直接將永居申請門檻由滿5年飆升至20年，每30個月仲要接受一次資格覆核。一旦英國認定其原居地安全，隨時可能被強制遣返，就連以往自動批准嘅家屬團聚申請都被取消。新例對正被特區政府懸紅通緝、正靠難民身份留英嘅亂港分子鐘漢林嚟講，無疑係晴天霹靂。佢喺社交平台發文辛苦，直言擔心新例會影響曾經參與所謂抗爭入獄、冇辦法申請 BNO 嘅港人，又呼籲英國政府唔應該因身份途徑不同而區分對待，要俾所有在英港人都享有免於恐懼嘅自由。喺英亂港組織香港公民代表會議亦都發聲附和，坦言新例可能徹底堵死曾喺港被起訴嘅抗爭者申請永居嘅機會。昔日寄望嘅避風港，而家變成前途未卜嘅煎熬地。比起難民群體嘅生存危機 ，BNO 簽證移民雖然保留5+1永居途徑，但都難逃新例加辣打擊。新增多項硬性要求，要提供冇犯罪記錄、英文水平達到 B2級、申請前足額繳納所得稅，仲要符合每年12,570英鎊（約12.8萬港元）嘅收入標準。呢一系列調整實時引爆大部分 BNO 嘅不滿，佢哋鬧爆英國單方面毀約，投訴英文同收入要求唔合理，直言退休長者、家庭主婦同在學子女會直接失去申請永居資格。就嚟入學嘅學生甚至可能要負擔高昂國際生學費。有情緒激動者直言同逼我哋返香港冇分別，又惡言抨擊英國政府黐線，言辭激烈。昔日對英國嘅追捧，完全變成而家嘅怨懟同埋幻滅。英國移民政策嘅改變，本質上係基於自身利益嘅權衡。所謂承諾，向來都係依附利益嘅籌碼，從來冇無條件嘅庇護。BNO同亂港分子嘅天真，只不過係將利益交換誤當成溫情饋贈嘅落差，最終都怨唔到其他人。